后来过来，这是劳动部统计，迄这个无薪假上升的数字。到4月初8为止，有370间企业8739个劳工在享无薪假，这个人数是最近8年来上多。其中，这个餐饮业甲旅宿业的人数上多，有将近3000人。啊，这个高雄市，伫短短一礼拜内，无薪假的人数都增加383个人，比其他县市拢较多。新冠病毒疫情，互餐饮业、旅馆业者受到严重的冲击，这企业的员工袂少拢休无薪假。高雄这位小云住伫商区的这间青年旅馆工作，但是近期带的人愈来愈少，工作人员开始减班。30天，然后4个去平分，这样一个人平均大概上到就是15至18天。最后，伊感觉早晚的无头路，因此规气主动性提出离职，赶紧找别的工作。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刚好是我可以离开，就顺势离开。根据劳动部公布最新的无薪假统计数据，到4月初8为止，一共有370间的企业8739名劳工休无薪假，人数是最近8年来上悬。其中餐饮业、旅馆业人数上多，无薪假的人数将近3000人。高雄市短短一礼拜内，无薪假的人数就增加383个，比其他的县市较多。受到无薪假影响的劳工还减少了3人。如果有误职的状况的话，我们也是希望劳动部能够做一个适时的修正。高雄市劳工局为着让无薪假的劳工至少有一寡收入，因此推出充电再触发训练计划。参训的劳工小关会当领18960块训练津贴。不过，不管是资方也是劳方，拢希望这波疫情会当赶紧降温，让产业会当赶紧回春。